各位兄弟平安。这时，请咱大家备办心，三甲来敬拜上帝。请奏乐。我的心静静，全无听候上帝。我的拯救是对伊来，独独伊是我的招盘，拯救我的。伊是我的关台，我袂大摇动。上帝啊，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。请咱大家来吟圣诗第185首。圣诗第185首。造化的神，你伫早时建立这世界，坚固地基，求你来点信徒心里，将你喜乐赏赐囝儿，救阮脱离悲伤罪恶，互阮牵得做你圣殿。圣诗185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Amen.
这时，请咱游员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咱大家齐声来念许多圣经。许多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比勒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话。启应文第32，伫圣诗的后面1057页，也就是诗篇130篇。启应文32，这是我来读。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求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，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。以色列啊，就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罪过。这时，请咱额头三角来祈祷。至圣的主，阮感谢你应听引带阮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照着基督的听甲宝血，洁净阮一切罪、一切不义甲误会，互阮甲上帝建立新的关系，互阮成做你的儿女。因为安尼，阮再次感谢你，求你的阳光照耀伫阮大家，求你医治降临。在身心受伤、病痛的人身上，求你拯救大灵，帮助伫患难艰难中的人。求你的能力彰显伫诚心敬畏你的人的身上。主啊，你知侪人伫生活中受尽各样的试炼、困难、艰苦，阮无法闪避，更无法以家己的方法。圆满解决问题。虽然阮相信这一切有主美好的意思甲安排，但是阮有时信心不足，恳求你赏赐信心伫阮心中，成做坚固的絆石，靠主来得胜，得胜到有春。用你的话引带阮的道路，用你的话。监察阮的心思，用你信诚运行来成就你的旨意。主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惠，伫即次的全世界肺炎、病毒危害的时，保守阮安全、幸福、正常的生活。也要感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专家甲团队，以及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。无眠无日，辛苦的付出，求主兼顾各国的医疗，甲保守医护人员的健康，人民也会当配合政府做好各项的防疫工作。求主掌权，赐福予全世界早日脱离病毒
流传的困境。祝阮今日的敬拜，头到尾愿你感纳圣神充满伫每一个家庭、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也会当安静阮的心，好好来领受你要互阮的真理。求你振兴阮的生命，愿意来做你所欢喜的工作。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名求，阿门。这时要请圣歌队来献诗，因要吟的诗是《永远唱的歌》，永远唱的歌。以上献诗，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。请咱三甲来读上帝的话。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马可福音5章21节到43节。新约马可福音第5章21节到43节。耶稣坐船，搁过去迄边，规大阵的人聚集就近伊，
迄时耶稣伫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，名叫亚罗来，已经看见耶稣，就拍伫伊的骹下，切切求伊讲：我细汉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，请你来用手唤伊，互伊得着救来活。耶稣甲伊去，规大阵的人缀伊真话愧。有一个妇人人血流12年，捌对侪侪的医生受到侪侪艰苦，搁一尽破费伊所有的，若是无一丝仔利益，反转那上重。听见耶稣的事，就来伫众人中，对伊的后面来摸伊的衫，因为讲：我简单摸伊的衫就会好。对安尼血流连边子，本身在伊的病痛已经好。30节，耶稣这时家己有知有官能对伊出，就活转身，伫众人中讲：一锤摸我的衫。伊的学生甲伊讲：你看见规阵人话亏，你要估问是谁有摸我？耶稣便便看，爱看做这个事的妇人人。妇人人在本身所经历过，惊吓摇摇喘，就来拍伫伊的面前，拢照实甲伊讲。伊就甲伊讲：妇人人啊，你的信已经救你，通安然转去。你的病全然好。在讲的时，有对管会堂的家来讲：你的查某囝死啦！你煞还在烦恼先生。耶稣边啊，听见所讲的话，甲管会堂的讲：无得惊，只有着信。耶稣伫彼得、雅各。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以外，毋准别人对伊三甲去。到管会堂的家，看见有哗哗吼，也有啼哭大声吼的人，已经入去，就甲因讲：恁啥事哗哗吼在啼哭啊？囡仔毋是死，是在困啊尔。因就踢笑伊，若是伊赶因众人出去。就带囡仔的爸母以及甲伊来的人入囡仔的所在的所在，就牵囡仔的手，甲伊讲：第二代古米，翻译就是讲：查某囡仔，我命令你起来。查某囡仔连便起来行，因为伊12岁啦。众人就大戇鸟奇怪，耶稣严严禁戒因。无得互人知，就吩咐着查某囡仔食。以上信息，愿圣神甲伊所竞选的儿女同在。今日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无共款的信心。咱请牧师来讲，咱恭敬来听。请兄弟平安，咱同齐昂头来祈祷。听阮的宝贝上帝，感谢你，留阮的性命，互阮搁一摆会当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来领受你的话，甲其他的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你。主安知所有发生的代志，拢是你安排，你允准伫阮的性命中间。要互阮的性命好，又搁再好。每一个礼拜，阮要听你的声，要听你的话，要囥伫心肝头，也要照安尼去行。所以，阮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互阮听明白，知影你的旨意，
知影你的意思，嘛尊叹你的旨意来行。即是我要当心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，来听，请你来对阮讲话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无共款的信心，今仔日咱要用3个方向来看，是2个故事，讲一个事件。无毋望的事的信心是啥物？耶稣要安怎回应安尼的信心？诚做你甲我无共款的信心啊！无共款的信心，咱讲信就是共款啊。信心就是你的信心，我的信心。什么是信心？咱讲信心是诚做相信，是我靠，就是交互你啊。我看你安怎做，诚做一个信心。我相信你所做的是我所毋望的，所以我对你有把握，这个诚做信心。若是安尼讲，咱对上帝有信心吗？我知影你是啥，我对你有把握，我甲我的代志交互你啦。我看你安怎来做我所交互你的代志。这个过程进前，也是讲这个结果进前，要有一个行动，诚做求。你安怎求？你安怎交代？你安怎交出去？你安怎毋望？今仔日的故事，互咱看见，这个查某囝的老爸，伊的查某囝伫要死啊！伊是切切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拍个涂骹，对耶稣求：我的查某囝伫要死啊！求你用你的手来甲hand互伊来得到救，互伊来得到救。伫要死啊，诚做无毋望。无毋望的时，伊的求，诚做无毋望的信心。这个信心就是对耶稣的求，对耶稣的交代，对耶稣的倚靠。对耶稣，对耶稣这个人、这个老师，伊所做的有把握，总是只有耶稣讲好，才会诚做这个老爸伊会放心，无毋望的事的信心。咱讲这个老爸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是诚做咱伫讲的死马当活马医，只剩下这条路了，没办法了，只好找耶稣吗？敢有可能是安尼心情呢？咱咧祈祷的时阵，若是安尼想，若是用安尼的态度，若是用安尼的心情来祈祷。咱的上帝敢会讲好？听起来其实敢若就是安尼，因为伫要死啊，无其他的方法啦。上尾一步，试看觅，
总是就是安尼，这个老爸搁拍个涂骹咧。咱讲死马当活马医的时阵，毋是讲你来试看卖哦，伊是规个拍咧球，伊的心是切切的。咱怀疑讲渴望，完全的渴望。你伫喙焦的时阵，想要啉一喙水，迄个心情；啉袂着的时，什么心情？当你啉着的时阵，是什么心情？渴望，切切。若无，就要死啊！是迄种感觉。耶稣敢若无甲即个老爸讲好，伊是缀伊去，伊缀即个老爸去。总是咱看见耶稣缀即个老爸去的时阵，即个关会堂的，由伊的信心，由伊的信用，因为是关会堂的。伊本来就知影有上帝，伊阁听见耶稣的教训，知影耶稣有医治人的权，至少伊知影耶稣有医治人，嘛有赶鬼。伊真做即个关会堂的人的愿望，迄个毋是伫安息日的时听摩西的话，安尼的信用尔。伊若无相信耶稣所讲的，是真正对上帝遐来的，就是家己当做一个医生尔，敢有可能？当伊的身份是一个管会堂的人的时，伊对耶稣的愿望有偌济，伊对耶稣的相信有偌济，伊甲伊的查某囝的性命要交互即个明明都毋是医生的人，有偌济伊的困难，咱对伊拍咧会当看见。耶稣的身份毋是医生，总是伊家己查某囝的命要交代予耶稣。这规大群人甲耶稣斗阵去，要去看神爷，要去看耶稣安怎医治这个伫要死的查某囝。这规大群人对答来。耶稣落船以后，转来这边啊。顶礼拜咱讲到耶稣去甲迄边花，去甲无信的人所住的所在。即摆伊转来啊，转来犹太人所住的所在啊。这个人是信上帝的，这个人知影上帝的命令，因甲耶稣的关系。对遮来看，这个管会堂的人，伊的行动、行为，真做值得咱来思考的代志。一个基督徒对上帝遐来求讨、祈祷的时，咱的心应该是安那？咱敢有法度亲像这个管会堂的人共款，完全交托？规个拍个涂骹，规大阵的人对耶稣是要看神爷，讲较歹听是要看戏，要看耶稣会当变啥物梦。其实侪侪人跟对耶稣的，敢真正是相信伊的？咱侪侪真侪
咱家己讲，咱是上帝囝儿，受过洗的基督徒。咱敢有完全相信上帝的话？敢有完全相信圣经内面所讲的？对早时、即马、甲未来，拢会通。咱敢有完全相信耶稣所讲的话？耶稣的教训？咱敢有亲像这个管会堂的共款，规个拍落，甲性命交托互上帝？规大阵的人围困，客来客去，客来客去，一大堆人，甲耶稣客，耶稣伫行，因都甲客，因为要看，行的伫后壁看袂到头前伫做啥物。伫客的中间发生一件代志。耶稣要去救命，结果这个人甲客的中间有一个查某人，已经活了12年啊。伊嘛想要救耶稣，伊嘛想要得到医治。这12年，伊受最的艰苦，对医生遐，咱知影伊看足侪医生的，用足侪方法的。总是无效，伫无效、无毋望，嘛伫正人的内面。伊希望伊家己的代志交托予耶稣。这个负责人，伊的心安怎想？我只要用我的手摸伊的衫。的确就会得到好啊！已经受12年的苦，侪医生甲讲爱安怎做安怎做，拢无效啊！伊竟然安尼相信，伊竟然安尼想，只要我的手摸到伊的衫，一定就会好。正人客，伊嘛客，到去摸到耶稣的衫。伊的心甲耶稣的关，伊的心甲耶稣的心连做伙了。耶稣的心感受到伊的心的切切，耶稣的关对伊摸衫的迄个手，医治伊的性命。这个血流，咱讲这个血真做性命。血一直失去，一直失去，一直失去的中间，咱所想到的就是血流到无啊，人都无命。是伊甲伊的性命交予耶稣。咱看见这两个人，拢是对性命来求讨，拢是切切，总是因两个的信心是毋是无共款？因所表现的是毋是无同？这个管会堂的伫正人的面头前拍落来，这个负责人因为社会、因为文化、因为家己是无清气的身份，伊伫正人的内面毋敢讲出声，毋敢讲出声，讲我需要医治，伊是稳默。伊的行动，伫正人过来过去的中间，伊嘛甲去甲过。不管是伫正人的面头前，切切的心，也是伫委屈的正人的内面，甲家己藏起来，迄个切切的心，迄个恳求的心，迄个声，耶稣拢听见。耶稣做一件代志，伊回头问讲：什么人摸我的衫？什么人摸我的衫？咱讲耶稣讲话，介实在，
伊毋是讲啥物人摸我，啥物人摸我的衫，回应这个查某人，这个妇人人讲的，我的手摸着伊的衫，就会使啊。这是啥物款的信心？这是啥物款的心情？耶稣对众人便便看，伊要找出这个人来，伊要看见这个人，伊要这个人伫众人的面头前，互众人看见。是安怎耶稣要做这个代志？因为因的心是共款的，拢是甲家己的性命、甲家己上重要的交代、交托，互耶稣。耶稣的心对因两个是共款的，求就互伊。吹就拄着，拍门就甲开。这是耶稣。不管你是查某人，也是查甫人，不管别人安怎甲你看，你伫我耶稣的面头前，你伫上帝面头前，你的心共款。耶稣的对待方式就是共款的，无共款的心。是无共款的心吗？在外人来看是无共款，因为一个是勇敢的，一个是无勇敢的。总是耶稣所看到的是因的望，因的交代，望交代。这个妇人人知影耶稣伫找伊，伊安那？伊无走去哦，伊就出来，袅袅出来，是我啦，就是我摸的啦。耶稣甲讲，你的信救你啦。你就安然平安的转去，代志已经成了，照你所爱的，互你咯。咱来想，这其他过来过去的众人会安怎想，安怎看？这个管会堂的这个老爸心情，佫会是安怎看？我的查某囝就伫要死啊！结果你要找一个。众人中间看来看去，摸着你的迄个人，佮摸着你的衫的人，即马是安那？这个妇人人来到面头前的时阵，看起来嘛无安那，伊嘛无破病，嘛毋是看袂着，嘛毋是摆骹，看起来好好啊。结果看来看去，摸着耶稣的衫，说互耶稣要去阮兜救我的查某囝的时间动来啊！大家拢毋知影，这妇人人对耶稣求什么，嘛有可能知影。咱讲的，知影的人就知影，毋知影的人就是毋知影。知影的人会知影，耶稣对这个妇人人做偌尔大的代志。毋知影的人会对耶稣甲这个妇人人安那，敢会生气？这个管会堂的人敢会生气？当伊佫听到。伊厝内面的人来甲讲，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！这个老爸的心情安那？
我后带来就甲你讲，我的查某囝你要死啊！求你用你的手甲换，结果你即摆找一个用伊的手来摸着你的衫的人，你看我的查某囝死啊！这个声真做是个无毋望啊！后带是阁有毋望的，随某查某囝你要死啊！总是伊还阁伫活，所以你甲伊，你甲救，你甲救，的确就会好起来。总是即摆死去啊，死去啊，真正无毋望啊！我看嘛毋免救啊。所以边仔人甲讲，你毋免麻烦耶稣啊，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啊，毋免去啊。圣经无甲咱讲，即个管会堂的人，伊安怎讲话？无描写即个。圣经直接就写耶稣的反应。耶稣对一个完全看见无毋望的人，伊的回答，伊的反应，伊甲即个老爸讲，无得惊。相信，无得惊，交互我。这句话真做一个命令啊！都亲像阿大，伊爱找到这个负责人出来共款。伊边边看，伊就是要等这个负责人来到伊的面头前，伊伫听候，伊伫等，伊伫命令。什么人摸我的衫？伊安尼问的时阵，毋是伫问一句话尔，伊是伫讲出来摸我的衫的你。这是命令，所以这个负责人来到耶稣的面头前，伊是遵探耶稣的命令，毋是正做一句问的话出来承认尔，伊是对耶稣的话、耶稣的命令，遵探伊的命令，来到耶稣的面头前承认。耶稣甲这个老爸讲的话，犹原嘛是一句命令，无得惊，无得惊。咱常常听到的、感受的，就是安慰。敢有想过，这个毋是安慰尔，是命令的事。就是囡仔已经死去啊，你犹原还阁爱甲这件代志交代我。我犹原看这件代志还未完成，这个管会堂的这个老爸的心，敢做会到？伊的确是伤心的，总是耶稣继续去伊的厝，伊缀咧耶稣。伊缀耶稣转去啊！圣经嘛无甲咱讲，即个老爸伊的心情，伊讲的话，拢总无。即个老爸已经无声，有声的真做是耶稣，伊所交代的迄个，毋是家当做主，就是一个人，一个伊听过伊的教训。看见伊行善业的一个人，等来到这个厝内面，侪人伫遐哭，伫遐哭，因为失去一个查某囝，毋甘，无毋望啊。耶稣做一件代志，耶稣讲：“你想哪伫哭咧？这个囡仔只是困去尔，叫醒就好啊，叫醒就好啊。”这个人啊，
甲踢球啊！你讲啥物话？你是伫讲笑话哦？你是戆的还是笑的？哪安尼讲咧？刷落来，咱看见耶稣做一件代志，甲头前做的代志共款。耶稣要去这个管会堂的人的厝的时阵，伊只有准3个人缀伊去，其他的人伊毋准因对伊去。其他的学生耶稣无准哦，拢总是学生，是伊家己竞选的，总是只有准3个人去尔。彼得、雅各、甲约翰。咱讲，这个耶稣准这3个人，其他人不准。即摆耶稣做一件代志是共款的代志。耶稣甲遐个踢笑伊的、无相信伊的人，拢总赶出去啊！拢总赶出去。咱看见无相信的人，袂看见神业。上帝、主、耶稣，无要互遮个踢笑伊的人的声，来影响伊的所要做的救赎。伊嘛无要互遮个人的声去影响这个囡仔的父母伊的心，毋望会当得到救的心、切切的心。伊无要互因来影响伊，共款是声，一个是对耶稣的嘴所讲的声，一个是对正人无相信踢笑的声。踢笑什么人？毋是这个管会堂的，是耶稣。这个人是犹太人，是信上帝，嘛伫会堂。听见耶稣的教训过，看见耶稣医治人、赶鬼，总是即时，因甲踢笑，因无相信伊，所以耶稣嘛做一件代志，恁甲我拒绝，我嘛拒绝恁。无共款的信心，这个人无相信耶稣，耶稣嘛无相信因。毋免做伙，毋免斗阵。做恁伫外口，当咱祈祷、交代、恳求、切切毋望咱的主、咱的阿爸爸上帝一件代志的事。咱犹原嘛是共款听见正人的声，嘛听见家己的声，听见上帝的声。咱敢有法度学习到耶稣所做？无相信的声毋免听，无相信的人毋免地，拢总毋免。因为相信的。上帝交代伊，伊逐个上帝嘛来相信伊，嘛逐个上帝来交代。当这个代志做了后，耶稣做一件本来这个老爸所求的代志。老爸求耶稣用伊的手换伊的查某囝，用伊的手。耶稣真正用伊的手出手，伊毋是换这个查某囝，安尼尔。咱看见圣经讲，伊甲牵，伊牵伊的手，牵伊的手。这个牵的原文是掠着。把握掌管，
耶稣的手抓着这个囡仔的性命，透过这个囡仔的手，耶稣抓着伊的手，抓着伊的性命，甲耶稣本身的权、本身的性命，互这个囡仔，叫伊起来。耶稣所做的，比这个老爸所求的搁较多，毋是欢咧尔，是甲掠咧。这个是我的，掠条咧，把握。你的安全伫我的手头，你的代志伫我的手头。只是毋是无得惊，是毋免惊。我伫遮，真正真做安慰啊！伫这个老爸，伫这爸母，遵趁耶稣的命令，相信耶稣的嘴所讲的话。甲其他的人赶出去的时，因嘛拢无出声，因是顺服的。看耶稣安怎做，耶稣甲伊的查某囝的性命，互伊看，你交代我的代志，我甲你承落，照你所求的。本来这个管会堂的，对耶稣所求的，就是救伊的查某囝的性命。总是本来你讲的时阵，是因为这个查某囝你要死啊，也毋过还袂死啊。这个救的意思只是讲。你互伊好起来尔，无想到真正是无性命了后，搁互伊性命，安尼会救？毋是，伊毋是安尼想的。总是耶稣互伊的，比伊所想的、所求的搁较多，是人伫看。对耶稣来讲，其实是共款的。你救我，互你的查某囝性命，我互伊咯。人的目睭。所看的，甲上帝所看的无共款。人的声讲出来，甲上帝的声定定嘛无共款。无共款的心，无共款的声，来到上帝面头前的时阵，上帝甲伊掠做共款的，掠起来，把握，甲权。表现出来，无共款的心，上帝互咱看见共款的心；无共款的行为，上帝互咱看见共款的行为、共款的结果、共款上帝伊的旨意。这个管会堂的，这个老爸甲这个负责人，因对耶稣所求的是共款的，就是我已经无法度啊，看你会当无？总是这个负责人，伊的心搁较无共款是，我的手摸着伊的衫。就会使啊！伊毋是试看卖尔，这个才是真正无共款的心。亲兄弟，伫性命交关的过程，伫拄着困境的时，咱伫求讨，每一个人求讨看起来敢若拢无共款，搁敢若共款。
同一个对象，天父上帝，同款的方式祈祷，讲出来的话，甲心伫想的，的确是会无共款。你敢有法度伫无毋茫的时，有缘会当有迄个把握？对你所求的上帝有迄个把握，我的代志，上帝会关心。顶礼拜咱所伫讲的，耶稣的学生甲耶稣讲：“阮伫要无命，你无要管阮吗？你还搁伫困吗？”同款的祈祷，咱对上帝的心，对上帝所讲出来的话，是亲像耶稣的学生，无相信耶稣关心因的性命，也是会亲像这个妇人人伫众人的内面，甲家己稳默起来。总是想，只要我的手摸着伊的衫，只要上帝听到我的祈祷，只要上帝未听到我的祈祷，就知影我的需要，伊会予我，因为我知影这个人，我知影我所求的是谁，我的天父，我的上帝，我的性命是伊予我的，我会当活。也是袂当活，是伫伊的手头，伊的确会甲我掠条咧。这个老爸，咱讲伊是被动的，总是伊是一个代求的、代祷的。这个负责人是主动的，伊是家己求的，总是伫家己求的中间，伊也有最的烦恼，惊别人安怎甲看。这个老爸所求的是代祷的，不管是代祷的、代求的人，也是家己求的。对上帝来看，祈祷就是求，就互伊吹，就拄着。拍门就甲开，双方面，上帝甲人，这个过程中间会有恩泉，就亲像耶稣停落来，要敲找这个妇人人，什么人摸着我的衫？当咱的祈祷拄着，敢若上帝无伫听，敢若上帝只有看别人的代志较重要的时，迄个代志我看嘛无比我的代志佫较重要的时，说互上帝恩赐的时，咱敢有法度遵趁上帝的命令，照咧做？若是无咧，咱敢会亲像耶稣的学生共款，耶稣不准其他的人提。咱若无相信咱的阿爸爸上帝，伊嘛是共款，会不准咱在场，伊嘛是共款。袂互咱看见伊伫做甚物，只有伊竞选伊相信甲相信伊的人会当在场。拄着的困境是共款，拢是性命，拢是家己看做重要的代志。总是咱敢真正甲家己的代志交代互上帝，咱敢真正毋望伊来成，
咱敢真正知影伊是我的上帝，我的代志伫伊的面头前，伊掠掉咧，伊掠掉咧，也是会想讲啊，无望啊啦，无望啊，无望啊。若是安尼，咱甲祈求耶稣的人无共款，是共款的，嘛共款，会互人赶出去。侪侪，咱伫看这个故事、看这个事件的时阵，咱定定拢看到迄个结果。就是好的结果。过程中间，上帝所旨意的代志，也阁有细细项阮目，迄个上帝一直拢用圣经的启示描写记载，互咱知影。咱敢有听到这个声？咱敢有看见？这个描写，这个记载，同款是声，有众人啼笑的声，有众人话聩的声，有众人讲毋免烦恼，毋免劳烦啊，毋免麻烦耶稣啊，有这个。嘛有迄个无声的声，这个囡仔，这个查某囡仔伊的爸母，伊的声只有哭的声，其他拢无啊。耶稣的声，咱敢有听到？上帝的声，咱敢有听到？伫这个疫情的阶段，这个期间，伫你甲我搁活咧的时，咱敢有听见家己的声？有听见上帝的声，也是咱一直听见的是众人的声，众人啼笑的声，众人拒绝的声，众人伫落暝的声，众人伫参详讨论，讲来讲去的声。无共款的信心，上帝对待咱是共款的，是咱甲咱家己完全交托的时，上帝就甲你成。无共款的信心，当咱无相信的时，上帝的方式是共款的，赶出去，毋免伫遮。你毋免回来，毋是毋免，是不准，不准。上帝要做代志的时，耶稣要行圣业的时，敢有人会想过？当我伫话聩伊，我一直想要看的时阵，竟然互耶稣拒绝，袂当看，竟然互耶稣拒绝。咱常常伫讲。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耶稣怜悯人的心是在在互人看到的。总是耶稣，咱的上帝，伊嘛是会拒绝，伊会拒绝，伊关心所有的人的恳求、迫切的心，总是伊嘛是会拒绝。拒绝遐个无真正相信伊的、啼笑伊的、无听候伊的时间的，硬硬要照家己所想的。上帝有伊的律例，有伊的旨意，总是上帝，伊嘛爱人遵探伊的命令，照咧行。咱求讨了后。敢有法度真正照咧行？无得惊，只要信；无得惊，
这句话讲了是爱grund地，缀耶稣去，缀上帝的旨意。若是无，不准你来，不准你在场，你的目睭就看袂到。咱看去故事后壁，耶稣甲爸母讲，切切吩咐因，袂当讲出去啊。意思是安那？耶稣真正无要去证明伊是甚物人，伊无需要去证明。遐个无信的，实在因去无信，因嘛毋免知影耶稣做啥物，毋免。咱定定祈祷了后，就是想要证明上帝是真的。所以咱的世界去讲，我已经祈祷啊，上帝的确伊会证明，伊会安尼做、安尼做、安尼做。但定定听到一句话，就是我宣告，我的病已经得到上帝医治。这个宣告是你讲的，还是上帝讲的？我们是不是越权了？还以为那个是信心？遐个正人的天笑，若是甲耶稣讲，好啊，你医啊，你医啊，证明你有法度，伊是困去啊，证明伊只是困去尔，阮看伊就是死去啊，毋是笑伊戆，笑伊空尔，是你证明看卖啊，互阮看。耶稣讲毋免，我毋免证明。当咱所谓的信心。我所说的信心，是要去证明上帝是上帝时阵，毋免。上帝讲，我毋免去证明，互啥物人看。无相信的都无相信啊啦，毋免。上帝的旨意，行伫相信的人的心上。心业伫相信的人本身，当咱伫宣告的时，爱细字，爱小心。这个是上帝交代你通讲的话，也是上帝无要行的代志。若是安尼，咱的宣告。诚做讲白贼的，别人会看咱的上帝是讲白贼的上帝，毋是看咱是讲白贼的人，毋是安尼尔，是看咱的上帝是诚做讲白贼的上帝。求救的声，伫上帝耳孔内面。上帝的声，敢有伫咱的耳孔内面？咱的嘴所讲出来的声，敢是互上帝来欢喜？是互上帝值得咱交代咱，甲伊斗阵？上帝敢会当相信咱？敢会当亲像耶稣？准彼得、雅各、甲约翰伫伊的身躯边，安尼来准咱，无共款的信心，毋通掠，毋是上帝的旨意来宣告，嘛毋免掠家己的身份，袂当伫众人的面头前就稳目你对上帝的相信。耶稣的这个负责人出来，是爱众人看见，不管是学生，也是众人，是求救的人，是代求的人，相信的迄个，就会当来到面头前，看见我要予伊的。
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主，阮要遵探你的旨意，遵探你的命令，做一个勇敢、切切，甲家己的性命交代伫你的面头前，听候你来赏赐性命，来甲阮行，因为阮知你是阮的主。阮知，阮是你草场的羊，是你的百姓。你的确袂放杀阮，阮军队，切切军队，照你的声来行，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，安然转去。阮感谢，阮祈祷。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门。即时，请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的话，圣诗第568首。圣诗第568首。我有保护者伫身边，虽然看袂见，永无离，应听拯救人来赎回。全能的天父主上帝，伊肯我就得大恩惠，恩典要降落哪落水，拯救的城墙得包围，保守主所听正经类。咱三甲来吟。这时我来报告事项。咱全国疫情警戒第3级延到7月12日，请兄弟尽量避免外出，来保护家己，也就是会当通保护别人同款。也毋通袂记咧每一个主日10点，准备心。准时伫厝内，
斗阵来做线顶的礼拜。第二，咱线顶礼拜期间，若有奉献的，请利用咱汇款，也是转销到咱永丰迄个内湖分行的户头内底。按迄个账号，咱家己来看吼，咱迄个内面顶拢有吼。啊，若汇款了后，你若有即个明细吼，看你是做月会员，也是感恩，也是见证的吼。啊，请大家唱的这事也是甲我讲，啊，我通互咱做小人来刊登周报。啊，咱第三，目前疫情期间，所有的礼拜甲聚会拢暂停吼。啊，若有特别需要的代祷，请兄弟甲牧师用电话来联络。咱即摆来看咱本周的金句吼。本周的金句，我用台语版来读2遍了，再用华语版来读1遍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伊伫伊的话，我有仰望。诗篇130篇50。我听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神在听候。伫伊的话，我有仰望。诗篇130篇50。华语版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诗篇130篇5节。咱下面来请牧师带咱讲道。咱同齐来祈祷。听阮阿爸爸上帝，阮甲阮的性命交托伫你的手头，因为阮知你会掠着阮，你会赏赐阮性命，亲像互迄个囡仔共款。阮要特别为着已经确诊的，认为家己伫死亡的面头前，毋知影会当活的人无，
来求讨。主，恳求你听阮的声，赏赐因性命，互因留伫这个世间，会当认捌你，会当感谢你，会当敬拜你。会当知影，你是因的上帝。我嘛特别为着已经失去性命的人，因的家庭、因的亲人来求讨。主啊，因已经无盼望，因无法度亲像关怀堂的这个老爸，会当对着你的后壁，看见因的亲人，亲像这个囡仔共款，搁活起来。侪侪代志，当遮的人毋知影是安怎会发生，要安怎去面对，诚做你的囝儿，其实我嘛毋知。我恳求你，亲身安慰因的心，嘛使用阮，互阮有机会去安慰因，带因来到你的面头前，得到你所赏赐的平安甲性命。互阮的目睭所看见的，甲你所看见的是同款的。互阮的喙无成做铁笑的喙，互阮的心无成做无相信的心，互阮会当亲像彼得、雅各甲约翰同款，伫你的身边看见你的旨意伫行。互阮会当学习彼此相听，毋若求你的救，嘛甲你的命令放伫心肝头，搁行出来，遵趁你的命令，互你的旨意。你的行为，伫阮的目睭前，伫相信的人的目睭前来看见。性命是阮所求的，平安是阮所求的。阮得经历耶稣所讲的，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总是耶稣已经赢过。阮得经历，阮敢有真正相信这句话？阮敢真正知影这句话的意思？阮敢真正会当看见基督受冤情的事，阁会当继续来滚地，遵趁你的旨意，恳求圣神帮助阮，拍开阮的目睭，互阮的耳孔嘛听见上帝的声，只有听见上帝的声，其他的声拢无入阮的耳孔，无影响阮的心。互阮的行动，互阮的行为所行出来，只有遵趁你的旨意来行，毋是照别人的想法，嘛毋是照家己的想法。
互阮真正会当掠着你的旨意，亲像你掠着阮共款。恳求圣神甲阮伫地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这是请咱来念圣诗581首，圣诗581首。救主耶稣万福本源，恳求阿罗听称赞。诸事恩惠未捌停止，大声吟诗来赞美。热心阿罗拢无时停，和諧声音透天庭。上帝疼痛恩惠极大，应该感谢拢无煞。圣诗581首，请咱大家起立来吟。愿天父上帝的手掠着恁，愿耶稣基督的声伫恁的心，愿圣神甲恁伫地，常常提起恁，对创造的时，一直到永永远远无煞。阿门。